那最近有听说志玲姐姐11月17号要结婚的事情。有受邀，但我自己没办法去。对啊。奕晨最近好像是不是要开始减少工作量，要开始回归家庭了？是不是？有什么好像减少很久了。对。那做人计划有开始了吗？这翻越过去2-3年，好像也差不多进度。对。那最近有动静吗？有动静，你们应该看得出来。你看我今天瘦成20腰左右。可是你都保养得很好哎，连素颜照都很漂亮。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近怎么保养的，或是运动的一些秘方？我其实一直都还算简单生活，对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应付太复杂的人际关系，然后也没有办法强迫自己每天，就是社交软体用的很频繁，对，所以可能因为这样，所以比较平静一点，就不会有太多的烦恼。那最近有听说志玲姐姐11月17号要结婚的事情。有受邀，但我自己没办法去。为什么不能去？对啊，因为就已经有排定行程了，对。那我送上什么祝福？还在想，你不觉得很难送吗？对，他是如此完美而贴心的一个人，对，所以还在思考中。对。那有听说是在哪里办吗？好像是什么美术馆？我不知道，这样不方便透露。对，就还是让人家保有他的隐私。如果他自己没有讲的话，那有知道他还有邀请谁吗？这我真的不晓得。对，收到那个邀请函的时候，你就觉得，就是因为大家都一直说非常的美，受宠若惊啊，对啊，无尽的祝福啦，对。那我们大家问题 OK 吗？差不多。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工作计划？完全没有，是不是很好玩？对呀，完全没有。对，目前未来是未知。那刚不过生日有什么想法？我的愿望就太普通、太平凡，但也太遥不可及，也需要大家一起努力，有没有？就是大家都知道嘛，常常讲。对啊，少点战争啊，少点污染物啊。那污染物是什么？就可以无限延伸。这个时代太多污染了，不管是有形无形的。他有说要做人，但是会希望几岁以前可以完成这个梦想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就其他问题。还是会不会想生龙凤胎跟志玲姐姐？不好意思，健康就好，健康就好。谢谢。活动相关哦。不好意思，那可能这部分我们后面其他问题，谢谢。如果差不多的话，我们地方就差不多结束了，这样子。好，谢谢。